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啟示錄第21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啟示錄第21章以及下一章22章嘅上半章，主要係記述一個新天新地。本章係延續於上一章第20章喺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後所發生嘅事情。我哋首先再睇睇喺第20章嘅白色大寶座審判結果係乜嘢呢？就係所有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嘅人都已經被掉進火湖裏去了。意思就係仍然留在世上嘅人必然都係喺生命冊上有名字嘅。喺呢度我哋想再問嘅問題就係，究竟所有嘅人類係咪都改變成為咗好似主耶穌基督復活嘅時候嗰種不朽壞嘅身體狀態呢？定係喺千禧國度中未死嘅人，有啲人仍然保持住血肉之軀呢？呢兩者嘅分別係乜嘢呢？假如係血肉之軀，佢哋就能夠繼續生養眾多，生產後代。但係咁樣生命是否仍然未完美？是否仍然有犯罪嘅可能？我哋都唔知道。喺呢度聖經並冇進一步交代，就進到咗呢一章講及新天新地嘅出現。咁樣就某程度造成咗一啲我哋未解決嘅疑難。另一個令學者經常爭拗嘅問題，就係呢個新天新地係全新嘅定係舊嘅翻新呢？由於呢兩章嘅經文資料並不太多，唯一我哋可以睇到稍稍有關係嘅，就係喺上一章第20章11節，天和地都從他面前逃避，再也找不到他們的位置了嘅一個情景，就係喺白色大寶座嘅位置。從呢一個位置開始再出現嘅新天新地，基本上係兩者都有可能嘅。意思係呢個新天新地可以係全新嘅，亦都可以係更新嘅，難作定論。究竟主耶穌佢要將啟示錄21同22章俾我哋嘅原因係乜嘢呢？佢是否就係為咗要我哋知道更多有關新天新地嘅事情呢？但係當我哋去讀呢兩章聖經嘅時候，我哋將會發現，我哋所不知道嘅係比我哋所知道嘅更多。係咩嘢意思呢？意思就係呢度帶出咗更多我哋想發問嘅問題。咁樣究竟主耶穌基督講出呢部分嘅真理，究竟佢要分享呢度嘅內容，佢真正嘅原因係乜嘢呢？相信主耶穌佢要講出呢兩章聖經嘅真理，目的並唔係要解明喺新天新地一切嘅情況，但係卻係要做一個好好嘅結束，係對照於創世記嘅。亦都最主要係對照於創世記嘅頭兩章。其實啟示錄有好多與創世記平衡對稱嘅地方。我哋仍然記得喺創世記第3章撒旦出嚟作惡，喺啟示錄倒數嘅第3章，即係啟示錄第20章，撒旦係被消滅。我哋仍然記得喺創世記第2章記載咗亞當同佢嘅妻子。喺啟示錄倒數嘅第2章，即係本章第21章，就係記載咗末後嘅亞當，就係羔羊，佢嘅妻子就係耶路撒冷，係一個首尾呼應嘅做法，去結束整本聖經新舊約全書，亦都係要去解答創世記遺下嘅一啲問題，例如邊個可以吃生命樹嘅果子呢？又或者話神同人最終能夠復和嗎？等等，我哋將呢兩卷書一啲嘅經文作出對照，可以得到更完整嘅印象。喺創世記1章27節，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創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係對照於啟示錄21章7節，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同樣都係講到神與人嘅關係。創世記2章9節，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土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樹和知善惡的樹，係對照於啟示錄22章14節，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兩者都係講及呢一棵嘅生命樹。
創世記2章10節嗰度話，有一條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成4個源頭，係對照於啟示錄22章1節。天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兩者都係提到一條嘅河流。創世記2章23節嗰度話，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係對照於啟示錄21章9節，拿着7個金碗盛滿末後7種災禍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給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兩者都係提及到妻子。原來啟示錄21、22章就係對應於創世記第1同第2章。主耶穌要喺整本新舊約聖經嘅最後2章，將整件事件重新返回到一個新嘅起步點，就好似創世記頭2章聖經嘅情況相似，係一切還原基本步，到咗嗰個原有嘅理想狀態。要留意，其實約翰寫啟示錄嘅時候，新舊約聖經係仍未正式完成嘅，起碼要再過多200年，新舊約全本聖經先至被編輯集結完成。主耶穌基督佢好似一位大廚師咁樣，佢將所有需要用嘅材料東放一碟，西放一碟，然後透過聖靈嘅感動工作，集其大成，就成為咗今天我哋所要使用嘅聖經。但係喺主耶穌基督嘅安排中，喺佢嘅心目中，一切已經準備妥當。喺呢度，主耶穌基督佢正就係要去講出對照於整本新舊約全書最後嘅2章嘅信息。如果冇咗呢2章嘅信息，整本聖經就好似變得有頭冇尾啦。本章嘅第1節，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呢度係對應於創世記1章1節，起初神創造天地，以及創世記1章10節，神稱乾地為地，稱聚集在一起的水為海，神看為好的。現在呢個天地係全新嘅，海亦都已經冇咗啦。第2節，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齊，等候丈夫。喺呢度雖然話就如新娘，但係從下邊本章嘅第9節，天使繼續嘅描述可見，呢個新耶路撒冷其實實在就係羔羊嘅妻子。呢一點我哋今天係好難明白嘅，屬於神嘅人點解會變成咗一個城市呢？喺目前嚟講係一個奧秘。我哋喺下面會繼續作出思考。第3節，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從呢度嘅口吻說話嘅係一位天使，與19章5節嘅情況係一樣，說：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神要與人面對面嘅同在，應該就係回復到咗伊甸園原有嘅樣式。第4節，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因為喺呢個新天新地係不會再有犯罪嘅事情，從犯罪而嚟嘅一切詛咒都不再有了。然後坐喺寶座上嘅嗰位亦都開聲宣告，我哋要留意到咗呢個階段。喺呢2章聖經裏邊，全部都係羔羊與神係同一個身份同時出現嘅，所以佢既係羔羊，亦都係神。呢種狀態應該係從上1章白色嘅大寶座嘅嗰個時候開始嘅。本章嘅第5節，那位坐在寶座上的，佢既係羔羊，亦都係神，說：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說：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呢度係第一次強調所寫嘅話係真實嘅，係將來真正會發生嘅實況，並唔係一個比喻或者幻覺，亦都並唔只係一個景象或者夢境。第6節，他又對我說：成了，我是阿拉法，就係希臘文嘅第1個字母；我是俄梅格，係希臘文嘅最後1個字母。
呢度繼續解釋清楚呢句話嘅意思，就係第6節繼續講，我是開始，我是終結。意思就係主耶穌，佢係創世紀創天造地嘅嗰一位神，亦都喺呢度啟示錄結束咗嗰一個時代嘅呢一位神。不過新嘅世代又要開始啦，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白白係到咗呢個時候嘅狀態，係人人都可以隨意去飲，但係邊個能夠到達呢個狀態而有資格去飲呢？呢個就係對於讀聖經嘅人，亦都包括咗今天嘅我哋去講嘅，就係要重回到第2至第3章7個教會嘅教導當中，係要成為得勝者，就係第7節，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反之，第8節，至於膽怯的，係指到嗰啲因為怕受人嘲笑或者怕迫害而不敢公開承認接受基督作救主嘅人。不信的就係當神係不可信嘅，俗語講係當神冇到嘅。可憎的係指嗰啲喺真神以外另外去拜偶像嘅人。殺人的係指嗰啲喺心思裏邊或者實際行動當中佢唔珍惜人命嘅人。淫亂的係指嗰啲喺心意裏邊或者實際行動中亂搞男女關係嘅人。行邪術的係指嗰啲相信鬼魔或者實際與鬼魔有來往去通靈嘅人。拜偶像的係指嗰啲去崇拜有形或者無形嘅偶像嘅人，和一切說謊話的人，係指嗰啲為咗一切不同嘅動機而去講出各種謊話嘅人。他們將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有份，這是第2次的死，就係喺上一章白色嘅大寶座審判中，佢哋終於將會被掉進嘅火湖裏。以上主耶穌同天使簡介咗呢個新嘅階段，就係新天新地嘅階段。隨後天使更為仔細咁描述咗有關新耶路撒冷嘅情況。係今天我哋難以明白嘅，我哋只能夠盡量去明白。本章嘅第9節，拿着7個金碗盛滿末後7種災禍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給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原來羔羊嘅妻子並唔係一個人，而係一個城市。第10節，我在聖靈感動下，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呢個城市係建立喺高山之上嘅，正係主耶穌基督所講過嘅比喻。喺馬太福音5章14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第10節繼續講，給我看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11節，這城有神的榮耀，它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第12節，他有高大的牆，有12個門，門上有12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人12個支派的名字。假如我哋用比喻嘅方式去解，舊約嘅以色列12個支派係福音救恩嘅起點，彷彿就好似門一樣。因為彌賽亞主耶穌基督係從12支派當中而出。13節，東邊有3個門，北邊有3個門，南邊有3個門，西邊有3個門。意思係有不同嘅方式或者方向，將人引導到福音救恩嘅裏面嚟。14節，城牆有12個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假如用比喻嘅方式去解，新約嘅12個使徒係福音救恩嘅根基。佢哋係付上咗生命嘅代價去建立佢哋當時嘅教會。15節，那對我說話的天使拿着金的蘆葦當尺，要量那城、城門和城牆。16節，城是4方的，彷彿係聖殿中嘅至聖所，都係4方形嘅，長寬一樣。天使用蘆葦量那城，共有12000斯他狄。12000斯他狄約折合係2400公里，係相當宏偉高大，大約係香港至到大阪，又或者香港至到新加坡嘅直線距離，所以係一個極大嘅城市，比起現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大，長寬高都是一樣，並且呢個城市係有高度嘅。
呢一點我哋今天稍為難以理解。17節，他又量了城牆，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144肘折合就係65公尺。學者認為可能係城牆嘅厚度，又或者係高度。如果係高度，咁城牆之上仍然有2400公里嘅範圍，可能係呢個城所發出榮耀光輝嘅範圍。第18節，牆是碧玉做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呢度嘅黃金係透明嘅，亦都係令人費解。19節，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個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20節，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碧璽，第十是翡翠，第11是紫瑪瑙，第12是紫晶。12種嘅寶石代表新約嘅12個使徒嘅根基。如果用比喻嘅方式去解，新約嘅教會係經歷過火嘅試煉，寶石係從地底嘅熔岩，係從火中鍛煉出嚟嘅。21節，12個門是12顆珍珠，每一個門是一顆珍珠做的。一顆珍珠點能夠成為一個門呢？是否有咁大嘅珍珠，亦都係令人費解。而且人係能夠穿過、通過呢個珍珠進去，係當時新嘅現象。珍珠嘅門係代表以色列嘅12個支派。呢度假如用比喻嘅方式去解，亞伯拉罕佢被神呼召，喺當時嘅世界，佢係從挪亞洪水之後而出嚟嘅人，所以係從水裏邊出嚟嘅珍寶就係珍珠。21節繼續講，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黃金係代表神嘅同在。22節，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因主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喺呢度，羔羊嘅妻子係一個城市，全能者神和羔羊就係聖殿，係對等嘅。23節，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4節，列國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呢個城係喺高山之上嘅一個巨大嘅發光體，取代咗今天嘅太陽同埋月亮嘅功能。佢照亮列國，並且永不休息。列國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喺呢度仍然係有列國同埋君王嘅，亦都係我哋所不理解。聖經亦都未曾作出解釋。25節，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沒有黑夜。26節，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列國嘅運作係會令到呢個城變得更為尊貴同埋榮耀嘅。可能係代表佢哋會到來耶路撒冷去進行敬拜。最後一節經文亦都係令好多人感到困惑嘅。本章嘅27節，凡不潔淨的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人們就會問：難道喺新天新地之中仍然有犯罪嘅可能嗎？呢個問題喺下一章15節會重複出現嘅。喺呢度我哋首先要嚟了解一個背景，就係城市之外、城外嘅呢個意思。根據列王紀下23章10節、以賽亞書30章33節同埋耶利米書19章11至13節嘅記載，從前喺舊耶路撒冷城外係有一個欣嫩子谷，當中有個地方叫做陀斐特，就係耶路撒冷城嘅居民去丟棄垃圾、焚燒垃圾、焚燒死屍，甚至係有人將兒女獻俾偶像，燒死佢哋嘅地方。呢個地方長年都係冒着煙火，所以喺馬太福音5章22節係俾主耶穌用嚟象徵地獄的火，亦都就係啟示錄20章10節將來嘅火湖嘅地方。新耶路撒冷城外呢個地方其實就係指到火湖，就係拘禁咗撒旦、敵基督、假先知同埋所有犯罪嘅人嘅地方。
呢度同下一章15節所講嘅都係一樣，其實係並冇表示呢啲人仍然係可以活動嘅，只係提及佢哋喺城市之外嘅一個位置，就好似舊約嘅時代嘅陀斐特咁樣。所以呢個城外嘅地方，其實就係第20章所提及嘅火湖。本章聖經有好多細節，我哋未必能夠完全明白。但係無論如何，重複再讀就會發現呢個地方實在係一個完全美麗嘅地方，人都渴望可以去到嗰度。唯一嘅要求對於今天嘅我哋嚟講，就係本章嘅第7節，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唯一嘅要求就係我哋要勤讀聖經，按照聖經嘅真理去做得勝的人。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